即摆唔通为着食一喙肉去互罚几落10万哦！这中秋特别到啊，为着要防止非洲猪入侵，行政院今仔日去视察桃园机场的检疫作业，特别提醒这中国等所在武汉病风险也是真悬，尤其是中国阳性检体按到84%，还有民众唔通违法甲猪肉制品寄来到台湾，入境也唔通查，头一届违规上重会当罚到20万。海关的人员详细检查旅客行李，以防有人炸猪肉制品，或者是糕仔饼内底有包猪肉的鸭。因为中秋就要到啊，为了预防非洲猪传入来，行政院13视察桃园机场检疫的作业，嘛感谢辛苦的相关人员。我们看得到，从每万件的裁罚从3.77降到1.43，我有点担心1.43其实还蛮高的了哈。怎么样来加强宣导，让大家能够认识得更清楚？农业部强调讲，非洲猪边境的防疫，从2018年8月到今年7月底，拢总检验7490件检体，验到747件核酸阳性，也就是有非洲猪病毒的案件，主要拢是为中国、越南、泰国等的国家来的。边境的阳性率是9.97%，其中为中国来的验到有非洲猪有629件，比例有到84%。那特别是在东亚地区的话，目前就是台湾跟日本还是非疫区的这个部分，那也是我们过去长久以来坚持所得到的这样一个成果。农业部强调讲，东亚的非疫区目前敢若剩台湾甲日本，而且饲猪甲连带相关的产业产值超过1500亿，边境的检查是袂当放零。嘛提醒民众，亲像五仁、广式甲金华月饼等的糕仔饼，清在拢有包肉。民众若为外国炸回来，或者是国寄寄回来台湾，拢有可能会去互罚钱。高峰的时候，我们更是不要放松，那能够继续把我们的这个产业维持住，把我们国内的这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维持住。农业部嘛呼吁民众，唔通非法甲猪肉制品的包裹寄回来台湾，嘛袂当炸回来，才袂去互处分。头一届违规的上重会当罚20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